大家好，我叫伊兰娜，在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读研究生。我对明斯克的第一印象呢，是安静的秩序感中又带着一些的温柔，因为在这里的街道上看着这些苏联时期的建筑，然后包括我们每一个路口的时候，然后过马路的行人都很有秩序感，然后同时在这个城市呢，街边的绿化带很多，草坪也有很多，然后每一个转角的地方都有些许的花坛，让我觉得这里充满着温柔感。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这里的人们很亲切，比如说像那个小学的孩子们，然后他们就会用中文你好跟我打招呼。同时呢，我感觉到这里也是充满着温柔的气息，像街边的绿化，然后同时这里的文化底蕴让我感觉很深厚，文化的这个氛围也很浓厚，像街边就有很多的涂鸦墙等等，这些都让我有这样的感觉。第一个原因，选择这里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中白两国“一带一路”的深入推进，然后另一个原因呢，也是因为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呢，在这个国际上也享有声誉，这里的师资力量很专业，然后文化氛围呢也很浓厚。同时，在这里我感觉到老师也是很认真、很亲切的，然后没有了。来到这里以后呢，然后我经常会听到 spasiba 这个词，然后这个词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谢谢的意思。我觉得这里的人是很友善，也很有礼貌的这样的行为。我想对准备即将来到这里的同学说，这里有浓厚的学术氛围，也有严谨的师资力量。同时呢，在这里你也可以感觉到这座城市带给你的安静和惬意感。同时，这里也是很安全、很稳定的一个环境。